大家好，我係梁美嬌老師，而家由我為大家簡單介紹高中網絡資訊與商業應用課程。商科係高中先有嘅課程，主要係文組、應用科學組嘅同學修讀。首先，我講一講課程嘅目標係啲乜嘢。一，我哋希望同學可以掌握基本嘅商業知識同埋經濟知識。其次，我哋想培養學生具備良好嘅語言表達能力同埋批判性思維能力，希望學生可以獨立分析同埋評估財經嘅問題。第三，我哋希望培養學生有一個社會責任嘅意識。最後，希望學生具備一個國際嘅視野，能夠從宏觀同埋長遠嘅角度去思考財經問題，了解全球經濟嘅趨勢、市場變化同埋產業嘅發展等等。所以，我哋通過結合理論學習同埋實踐活動，幫助同學掌握重要嘅財經知識同埋技能，培養全球化視野同埋創新思維。無論喺課內嘅學術學習，定係課外嘅比賽同埋活動，都能夠讓同學喺未來嘅學習同埋職業發展中打下基礎。跟住我會從課程安排、學習形式以及課外活動幾個方面為大家詳細介紹。首先，課程內容同埋安排上面，文組外班嘅同學喺高一、高二會學習微觀經濟學同埋宏觀經濟學，可以了解整個經濟運作嘅基本原理同埋理論基礎。咁除咗商業資訊堂之外，文組同學仲可以選修商業知識，會學習人力資源管理、市場營銷學、創業理論同埋金融學嘅知識，為未來嘅商業實踐打下基礎。正班同學同樣在高一、高二學習微觀經濟學同埋宏觀經濟學，到咗高三會進一步學習市場營銷學同埋金融學。而線光班嘅課程更側重於數據分析、金融學同投資學。學校注重培養學生嘅財經素養，所以我哋嘅課程唔單止注重理論學習，更強調實踐能力嘅培養。我哋會通過小組報告同埋活動，結合一啲案例嘅研究，同學可以將所學嘅理論知識應用喺實際財經場景，提升同學對經濟同埋商業問題嘅分析能力，令到同學們嘅知識同埋技能夠同步提升。同時，我哋積極組織學生參加各項嘅比賽同埋活動，令到學生喺實踐當中可以開拓佢哋嘅視野，增加佢哋對商科學習嘅興趣。我哋亦都會同業界合作，通過訪談、實地考察等活動，令到學生了解真正嘅經濟同埋商業運行嘅方式。跟住我會同大家具體介紹一下商科嘅比賽同埋活動。比賽方面主要分為知識競賽、撰寫商業報告書同埋論文3個類型。大家都可以睇下 PPT 入邊嘅圖，都係我哋比賽嘅時候嘅一啲情況。首先第一個係 NEC 全美經濟學挑戰賽，佢由美國經濟教育學會舉辦，主要考察學生對微觀、宏觀經濟學、國際經濟同埋時事嘅掌握。參加比賽可以幫助學生提升佢嘅一個學術能力。IEO 全球經濟學奧林匹克，佢係全球最具影響力嘅學科奧林匹克之一，聚焦經濟學理論同埋實踐，同樣都可以提升同學們嘅一個全球經濟視野。BBA 商業全能挑戰，佢係從商業管理、市場營銷到素養培訓，全方面咁樣提升學生嘅一個商業思維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。阿斯丹模擬商業挑戰賽，呢一個比賽係通過模擬公司運營、融資路演、拍賣交易等等嘅活動，令學生初體驗
創業嘅過程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有 DECA 全美高中生商業挑戰峰會同埋 SIC 中學生投資挑戰等等嘅比賽。同時，我哋亦都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外嘅論文比賽，深入咁樣去研究經濟領域嘅重要議題，培養同學嘅一個批判性思維同埋學術能力。除咗比賽，我哋亦都有一系列嘅活動。校內慈善年宵花市，呢一個係模擬商業活動，所有嘅攤位都係由同學去經營，所以從策劃、撰寫報告書、設計產品到預算同埋產品嘅銷售，全程都係同學去做主導。同學可以喺實踐當中學習到商業知識同埋市場營銷嘅策略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亦都會組織參加一啲講座、研討會、企校合作活動、內地高校夏令營等等嘅活動。以上係商科課程嘅一個介紹，感謝大家聆聽。